1999很好，我上奖，真欢喜甲咱服务。请问一下，天母便讲会因显示成就就付出，请问是要该种的付出呢？显示本市就成就真特，要种申请？请问小姐，现头申请是无？请问是几项？嘿，我上六。刘小姐很好，恭喜很哦，添发财，好运年年来。嗲甲咱说明一下，新生日在本市7岁，60日内去各界附近事务所，拢要认得现场，请领一台1万块的现金。好，请问新生日要甲户口设在本市吗？嘿，除了新生日，另外阿妹的阿姨也阿姨去整一届，嘛要设户口在本市。挑选办难以上，将符合强量之家。了解，我上头再问一下，现意思是我去附近事务所办理，是要用直接两车成就津贴的现金，是咪？冇错，当场申请，是要用两车津贴付出。罗拉很详细的说明。唔是生意，那就派遣而服务的嘛。冇批解问题啊，罗拉。好，罗拉刘小姐，现打电话来，就很心情快乐，讲落了。